有人讲来到北京，那又唔到天津嘅土里喏。两座城市相差差不多100公里嘅距离，同样嘅古典，不过煞有同道无同样嘅文化老历史。天津可能唔係傳統意義上嘅旅遊城市，不過煞有同無同樣嘅吃菜老悠閒。天津係北方清泰嘅海巡城市，19世紀嘅時節，有90國家啲沙里組結，咪係組結青島嘅城市。到日下行啲大大細細嘅風嘅地圖，慢慢都做嚟看到歷史嘅遺跡，差唔多變做咧天津嘅標誌。今日就聽你向前向來去感受一下，也充滿優美嘅景賞。哇！來到天津亞大尾啊，氣氛完全老北京就冇同樣咯。你看，我家行過來嗰隻茶條啊，一睇唔掂哦，看來冇講啊，一種係乜嘅航空站用誒，還有看到改變，全部那種建築誒，看來全部是那種感覺，好像歐洲風情的感覺。不過現在了解韓啊，都係天津，一下就天天台灣老人的鄉親見面咯。先生 ，Hello， 你好，來到天津，歡迎。天津哦，真係很熱的哦，真的很悶呢。到北京差唔多。哦，係啊，真的。你剛才啲潮水上來的嘛，你是在下面游上來的，全身都濕了。你也是啊。係啊，對啊。而家行過來看到，你看下面一個韓台嘅安尼台總誒。地標之一啦，建築性的地標之一，然後是2000年左右建造的這樣子，所以來到天津都可以。先來這裡拍照啦，留念這樣子，對，然後這個是解放橋，那全長是97.64米啦，然後它連接了河北、河東、和平區的溝通橋梁這樣子，哦，對，然後它船過去的時候，它還會打開哦，讓大船先過去這樣子。哎，我講唐公你喺欣賞呢，好似醫生啊，醫生做醫生，該當時你有冇想到最後到天津要特別來讀醫咯？我們學校是211在大陸裡面是211重要的大學，然後天津腫瘤醫院也是首家的專科腫瘤醫院，所以我還是選擇這裡看看外面，對，看看外面，然後順便來大陸旅遊，對，不局限在台灣，對，去看看別人的好，去學習別人的好。哇！對屏東來嘅縣人，今年29歲，從細就想來做醫生嘅佢，喺爺爺嘅鼓勵下，經研究長久，因為天津係一個東北嘅學習所在，經過打拼，8年前考到了天津醫科大學，就即刻來到這邊讀書，來實現佢嘅醫學夢。今年縣人就要畢業咧，特別帶我到佢讀書嘅學校來行下，來感受一下校園嘅氣氛。因為人家就你讀書嘅學校咯。這就是我大學啊，本科跟碩士都在這裡讀，8年嘅時間呢。已經有8年的時間都在這邊，超久了。不過要看來真跟東範呢。沒有，我覺得有點像台灣的專科學校，我覺得天大南大會比較大間一點。哇呀，你帶我去看一看你嘅學校。好，那走吧，我們去看一看我們的。那你讀書嘅地方。OK，來。天津醫科大學係1955年創立嘅，係清政府中國醫科招收留學生嘅大學之一。開放嘅國風，老教育唔是嘅國際化，上到當地嘅學生來到呀。也按照年來平等政策嘅開放，經濟嘅發展，越來越多留學生來到中國讀書。一下幾經有對64個國家來嘅留學生，喺一邊讀書研究。但你像你啲啊，呢邊讀書嘅方式啊，就是喺呢邊教書嘅方式，老台灣就會整差東多嘛，那種功課壓力會不會很大？功課壓力也很像，確實比較大一點。然後這邊的課程啊，跟台灣又不太一樣。台灣是比較自由，然後選修啊，或是什麼排課可是這邊的排課又跟這邊排課是學校幫你安排好，然後一整天都有課1到5。你說上一整天啊？週6週日也有選修課哦，因為一年我們大約有選修大約不知道幾學分吧，然後要給他修完它，然後才可以及格這樣。平常時間按摩還有時間交朋友嗎？來自印度的啦，來自美國的啦，也跟他們出去玩啊，聊聊天啊，吃飯啊，這樣子。懂到外國嘅學生嗎？有啊，就是我們還是會舉辦一些文化 party 啊，這樣子，然後例如大家煮自己的自己國家的食物啊，然後大家一起聊天啊，可是共同語言都是英文啊。相處起來會有冇該？一開始的時候會不會有什麼就是比較隔閡啊，沒辦法接受文化上的差異？像有一次啊，宿舍的齋戒月，然後看到一些中東國家，他們齋戒可能
早上都没有吃饭，然后晚上一起煮饭啊，然后爬起来吃东西这样子，然后又看他们现场杀羊，真的吓死我了。自己家里面杀、啊，在宿舍也是一个经验这样子。跳摆到外国读书，显然当家就容易太学生化。第二位除了接触老台湾無腔嘅教育唔是之外，未留對世界各地來嘅無腔文化經驗落強下。顯然開朗嘅身體，本期啲讀書嘅過程地度，認識了同多嘅好朋友，未得到了當珍貴嘅朋友情。大概到重要嘅時節，大家就會出汗到古典嘅小酒吧，齊飛交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從法國來的，法國的朋友 ，Bonjour，Bonjour，Bonjour， Sorry， 他們媽媽， Bonjour， 然後南非 Anton， 这是南非的朋友，對南非話怎麼說？好的，南非說英文的 ，Hello， 然後小李太原，然後住在天津有一段時間，天津朋友小華，然後我同學也是來自台灣，泰人。哎，不過你剛剛供起來，只有他是你同學嘛？對，他是我同學。啊，其他你沒同學？對啊，像那個南非的朋友呢？南非的朋友也是在這裡認識，然後他是在這裡教英文 ，teach English。So can you speak Chinese？ 一點點。一點點。 Very little. Can- But most of the time he helps me with the Chinese. 所以我還是會幫助很多外國人啊。如果他例如他出去啊，如果有些問題啦，健康問題，我還是會幫助他們這樣子去翻譯。覺得這邊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？ Very nice city. I like the life here. Even though it's big, you don't feel like it's crowded or anything. 其實都還不錯，對不對？還不錯。那我們這邊問一下那個在地的小華，我過去那邊。所以這樣你本身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？哦，我是咖啡師，咖啡師，對就是專門沖咖啡的。對，做咖啡還有做一些咖啡館的管理什麼的。所以你也是在這附近開店嗎？沒有，我們準備開店，但是不在這邊。那你跟線人是怎麼認識的？就是我們平時朋友一塊出來吃飯喝咖啡，然後我們覺得那個有很多共同的話題，然後就比較愛生活愛玩。初次見到他的時候，你對他是什麼感覺？因為就是很少在這邊接觸到很多台灣朋友，然後就覺得能交接一些就是不同文化背景啊，或者不同地方的朋友是很開心的一件事兒。然後覺得哇，台灣男生很帥啊，而且很會說話，然後很親和力很好，我覺得非常不錯。對。還有人自己說自己親切，會開心的一因為下。親切感很重要，大家人與人之間距離會更近一點。他也是台灣來的，對啊，沒有很好，就看我那時候也是經過牛神啊。哈哈。對啊，所以其實你是平常也是喜歡出來到處交朋友，宅男哦，在這邊算是比較宅，對不對？然後邊都宅在家，要是他沒有約，我也不會出門。可是我很愛約。現人的交友技能非常的厲害，你知道嗎？我一直講這個，他的 skill 的那個 level 外國是超高的。外國留學生。對，然後所以一開始他沒有跟我們這個群體就是混在一起，就是都是台灣人，對不對？台灣人，然後外國人對，會比較都是外國人多。，對啊。然後那時候就很羨慕他，因為我真的放不太開，對啊，那你覺得他為什麼可以放這麼開？就臉皮厚。哦，所以其實到國外生活，我覺得到你異地生活，你要很快的融入當地，就必須要把自己心胸先打對啊，再來開。靠朋友。想要打破國界，親和力係親學嘅藥方。對啊，外國人嘅學生嚟講，因為同樣嘅夢想來到亞位，對讀書成長地度相互扶持、相互鼓勵。顯然對亞段留學嘅熱烈地度，本期老人上路嘅時節變到卡地上下。第一隻嘗試，稍早地看到無疆國家嘅文化，也係佢人生地度親美好嘅回憶。老朋友斷腸快樂嘅始終過後，顯然帶我來到附近嘅一間天津菜館。蠻正宗，朋友來都會推薦這樣。只要有朋友對遠方到來，顯然天就會推薦一間菜地嘅餐館。細細嘅店面，簡單嘅裝潢，稍保留點當地嘅生活氣氛。顯然講，所有來到天津嘅外地人，也係前世嘅人，差唔多都會來一邊試一餐。一下係忙到試下嘅時節，店地度幾間坐那麼人，也幾間店唔差，我來吃一片嘅招牌美食咯。
哇，一看到就会道道地地的天津菜。对，可以试试看，他们李家大排吃起来甜甜又很有嚼劲，试看看吧。你一看起来就会冲那种空用的哦。像控肉一样，甜甜的。其实吃起来真正种台湾的空用。然后很下饭，跟着饭也是。它南部的空用，因为它甜。但看起来我以为那个肉很硬，可是一夹下去就烂了。软软的，还不错。然后吃这个看看，这个可以沾醋吃。这个啊，要给你买个干贝跟那个鸡蛋。好滑哦，滑润润的哦，打掉那种干贝的鲜味在里面啊，很新鲜的感觉，很新鲜。等下可能要吃2碗饭的，尝看看吧。先试一下他们董梯清油苗嘅砂锅。而家幾度看人種一個馬嘅做的鹽的丸子，這個看起來是海鮮鍋，应该是海鲜做合锅。底度還有那種米粉啊，還有個小蝦仁啊，豬皮、豬肉，怎麼感覺？其實它吃起來那種層次蠻多的呢。因為佢都不用個下工，有豬肉，還有個搶出來嘅味道，所以同黑一起啊，很鮮的感覺。又有酸菜的感覺。台灣人來到天津這邊吃東西，應該相對沒問題啊。沒問題。其實他們這個口味說，除了重一點以外，其實吃起來都還蠻很合胃口。合胃口，可以跟老闆說清淡一點，放少點鹽巴，這樣子其實很合我們口味。按都會厚料哎，都吃來吃去哦，終究你會不會覺得就是那種還會嘎紅嘅米西亞貨？當然啦，像家鄉的三杯雞啊，對啊，還有一些例如肉燥飯啊，好懷念哦。可是沒關係啊，來到異鄉，我們就嘗別的菜來看看。因為一般人動到嗰種去到我一種大餅嘅人啊，一開始都拄到動到嘅問題，無論係食嘅問題、成飯嘅問題、人嘅問題，那種啲人嘅生活看無啥問題咧。應該係你講，這個看到你其實是一個感覺上是一個很樂觀，很樂觀。反正你到哪裡都要去習慣這個地方啊，對啊。長到天津嘅世界，顯然還係一個20外嘅後生人，到了一個完全上手嘅地方，無富卡人、無熟悉嘅事物，使海記啊無夾無殺。經過長時間嘅適應，顯然自己慢慢地過慣了一位嘅生活步調，本期透過了文化衝擊期、老年人嘅適應期，一下佢已經喺天津尋到了自家嘅生活方式。愛用以普通話鄉嘅生活兩味、親家嘅方法，就會到當地嘅市場安排。人講做烘嘅調係有常識，因為台灣人特別做烘可以吃美食，冇想到大做啊，一邊就講點九九滾嘅人，非常鬧熱。你來一片，你講你應該吃這樣哈，你在平常的時節吃這個什麼該？培根蛋吐司，沒有那麼好，有豆漿啦、油條啦、餛飩湯啦，是暗號。然後冇賣嘛，嗰種西式的。哦，沒有。不過你剛剛講嗰種煎餅果子的嘛個東西。這一件還不錯。要給了。啊，看到了，一改片，煎餅果子，不過那裡面的果子是什麼？果子就是油條。就按平常吃嗰種傳統嘅油條。林家之林家福。對，他對來旅遊，然後幫他做的。爸爸真係懂感動哎。你看爸爸真的快哭了嘞！你家这个礼物呢，爸爸觉得很感动。老闆來一份吧，煎餅果子，來一套。來一套對啊，這邊說來一套就是皮加裡面的那個油條，對，油條還有一顆雞蛋這樣子。講到天津嘅做酒，煎餅果子係天津人做唔得缺少嘅傳統美食。當一種係始終東道排列嘅人，
因为做法夹有利片，也为差唔多傻傻徛电视，就结结的做走。倒带煎饼果子的米粒丢奶喏，做得文显人，一试就试了半年哦。谢谢，试试看，来试试看。哎呀，批了，咱系香香的毛毛香香的，嗯，有的那种抢菜米头，黑黑的，绿豆壳吗？绿豆皮啊？绿豆皮没错，绿豆皮和黑芝麻和花生碎。比较虽然真给你懂熊啊，你底都有那种煎饼的嘛，切，有点像，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感觉是吃蛋饼，然后拿个苏打饼干包在那个蛋饼里面的那种感觉，就咬下去脆的。脆。你在这边也是来到这边就开始吃这个？对啊，还不错吃啊。我刚看你跟大姐聊天好像很熟嘞哈。他总来。她总来啊，所以你常常看到她。对，好多年了，我觉着是。所以她在这边来几年就吃你们家的煎饼几年啊？那你看她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比以前胖了，肯定是吃你们的煎饼。比以前胖了，而且他不戴眼镜了，以前戴眼镜挺瘦的，你知道吗？煎饼在天津有多少年的历史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吃，就比我岁数大的人从小也吃煎饼。好像我估计我瞎猜还不得有100年历史。100年了，我估计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外地也有，它不如天津市的正宗，天津市的最正宗。所以要吃正宗的煎饼果子，来天津。煎饼果子端正无共用，酥酥的口感，还有自家做的调料，是个简单的配料，撒有嫩嫩的滋养。听人讲，今日来到四川，除了是走之外，还有另外一张木铁，到底系嘛解喏？先人佢咩冇讲，就先听听佢张哥讲咯。哎，阿姨你好。你好。哎，阿姨，这1斤多少钱啊2块3。2块8的啊。洋葱好了。你在台湾有买过菜吗？台湾比较少哎。对啊，因为自己来这里生活，就要自己靠自己独立生活，所以来这里买。对。大姐，你也常看到他吗？对，经常看。真的啊？对，真看得见，每天都来一次。还是因为他特别帅，你特别记得？不是，够帅，你也够帅啊。口音很特别，上次阿姨就是觉得说，哎，这口音有点不太一样，对，然后就知道我了。好，阿姨谢谢，客气，谢谢啊。哎，所以你平常都买这些菜吗？没有，这是我爸爸喜欢吃的。爸爸爱吃。对啊，等一下做给他吃的。他做给你吃？哎，真的呢？对，你今天中午要好料哎。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可是不是做给你吃的哦，是做给我爸。好，各位买起的。走。那种生活无简单，说的、做的、吃的、行的，样样自家处理。本日有了自家独立锻炼的机会，用心观察，沉迷体会。第二，这节奏得感受到老台湾腔样的娘娘人情味。对现人来讲，读书是一个过程。8年的时间，他们难将考虑了自家的目标，没学会了为自家的生活负责。Hello， 嗨，你爸爸好。你快坐。好，来。坐。今年7月份，现人就要在天津仪态毕业了。为到那一个毕业典礼，爸爸特别在台湾飞过来参加。大帮现人做饭的时间，今日老爱分享现人的成就。阿爸，你看过人那按多的相片吗？多样可能有看啊。按多研发，你看，其他要读书没单枪做医生点点，你做 model， 你看，哇，今日谦虚哦。关于读书。嗰陣時，你談到佢要按你嘅想法，嗰種習慣都係你咪想嘅。我講好啊，既然有按你對以後方面有興趣啊，咁咪同你媽媽參詳過樣呢，講態度tốt，然後講搞得好啊，嗰度嚟到先考試，考過分花咗天津嘅時間，你媽媽帶佢過來。天下父母心啊！即個生命之後按鍵地方，伊即個係啥想法？會受佢冇？當然會受佢前途啊！但是經過按多年的奮鬥，伊媽嘅讀書嘅方面全部佢順利，要不一個幸運啊！
去考博士班啊，博士班呢，有考过的，考过的呢，应该是考虑就讲到底要去就业，要去上班，还是读博士啊？应该还无决定，要看伊自家意愿啊。你做家长的，咱只有提供表面可能唔会多甲唔多，这个兴趣啊。这个3年生法按当年的，你看到其中一团班因为讲伊还来请记，你看到其讲从细看其都太美，你对伊的身体啊，嘛该听做懂了解，你知道给亚有变化吗？就种成长的像变真的是男子汉啊，可以成家立业的一个男人这种感觉啊。有啊，两摆过来时啊，感觉就身体呢，我莫爱用哦，我都也是咧去搞为运动啊，我锻炼身体，体重个到，有摆几个时候，你的身体很健壮啊，有胸肌啊，我都莫强壮啊，感觉到我主动。我买东西自个个自理啊，反正你督促一点，都督促也得多督促也，反正造成小孩子心理压力啊。我说我那边都自由发展啊，你认为好的你就去做，不要学坏就好了。我们好坏按你的好。无论你哪，全部都支持佢，感觉阿爸对赖嘅爱啦吼，用心支持佢。家庭本期嘅唔单止係物質。係限卡度嘅自主觀念，本顯人做得照自家嘅想法去調整人生嘅方向。作為阿爸，當然係希望來嘅做得啲人生嘅道路當順順利利。喺爸爸嘅身上，嚟看到咧阿爸對生人無私嘅愛。哇，真係很澎湃咧哦！吃看看，對的，先吃看咧，對，電影嘅素味啊，吃看看，吃看看。這個三杯雞沒有9層塔啦，這裡北方沒有9層塔。那個仙人潮會好吃嘛？有點偏甜的，真跟油一樣哦。有密西哦。爸爸打幾分？差不多有80分了。80分哦，按狗哦。爸爸100分，爸爸傳給兒子的。哦，爸爸是滿分。你有打電話專門問爸爸講你有滿煮嗎？有啊，3杯雞啊。那爸爸搞哎。搞一樣煮。小時候也有看他煮過。其實我沒有煮過本我爸爸是對。叫我爸爸條條的老我媽講，很難吃咯。我這個愛講，我煮到這個懂我是感覺。煮來煮去還有那種媽媽煮的清後食哈，還是有那個媽媽的味道。對，現在不是說有一個懂重要的事情，都壓還蠻老闆講，要跟他凶到來。到底有冇該事情？沒有啦，今天是很久沒跟爸爸吃飯了，然後爸爸節很久也快到了，很久沒跟爸爸過節，然後煮一餐給爸爸這樣，對，祝爸爸節快樂這樣。因為 TP 講。父親節還多嘞，對，祝福爸爸是哈，對，祝爸爸節快樂吧，真的很友好哦。你要你行嘛，不知道你要努力的吃啊，吃它的那麼好的煮的那麼好的口味啊。然後把這個送給你，哎呦，這是我做有禮物哦。謝謝哦，有禮物，這是打開來看，對，屬於了。今天馬蓋，這是我們你要從第一頁看啊。鄰家之旅，全家福對，然後希望我們以後去旅遊啊，或是幹嘛，我們一張一張的貼在這裡做回憶。對，這3節全家福。要不然你做哎？那時做哎？最近啊，對啊，就 TP 送爸爸對來旅遊，然後幫他做的，然後送給他一種回憶。對，然後我們有去黃山玩了，你看7月22到7月26，黃山留念呢。對，這是我們去黃山玩的，做紀念。真的很用心哦，大家看到安呢，這個人來按友好，然後又煮本食，又準備啊，這個禮物哈，真的是每次都會無價。沒有，以後我有賺錢，要帶爸爸還有媽媽家人一起去旅遊，一張一張給他貼，往後貼。哦，因為這後面還有很多很多的姐姐，然後還有很多空間，一張一張貼，看要去歐洲啊哪裡做紀念這樣子。對，爸爸真的懂感動哎，你看爸爸真的快哭了呢，哎呦，看到哎就懂感動。爸爸看，然後爸爸當醫生。
爸爸从来唔是有收过安尼暗感动的礼物哦。可是还知道要真嘅迄，你讲吼，要种哎呦，真嘅迄用钱买唔到诶。哦，阿爸有冇该想法吗？啊，想法吧，反正来到呀平安，顺利同来放养完成了，有接到这个礼物呢，爸爸觉得很感动。人家真以后，这个儿子感觉就是没有白养，没有白照顾。我读医学那么久，然后读到29岁，确实蛮长。然后谢谢爸爸妈妈一直在支持我、扶持我，确实蛮久的。对啊，然后接下来可能开始工作，就好好孝顺爸爸妈妈这样子，还有家人。对，有没有什么？然后祝88节快乐。心里话，你平常会跟爸爸说你爱他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华人很少在做这个。对啊，当然是爱他。对啊。原来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啊。要看你自己，以前都自己的打拼啊。知道。最后是希望你呢，工作好以外，要很快的成家立业。这是我们的期望。立业先吧。其实这种，我觉得有些时候，我觉得你说爱呀，就爱，其实它可以很复杂，也可以很简单，但是最幸福的爱，觉得最简单的。只要一句话，我爱你这样子。人爸有期待，可能对以下嘅现人来讲系唔对。伫追求自我过程之中，佢勇敢去吃大摆嘅机会。我对佢嘅情况看到咧，安尼多样无缺嘅留学馆，一直向上悠悠嘅西来，做啲心思暗幽，不忘本，真见当难得。我想有嚟屋企人嘅支持，未來嘅顯然天初做得比到還較嚴，還較發。来到天津呢，迄讲你有机会有项表演，很清楚来看呢，佢就是相声表演。因为呢，你跳摆的时节有动多人啊，你平常的时节冇咁娱乐，冇天色好看，冇命路好爽，故早就会看这种相声表演。咁相声呢，就会平常的地度，用平常生活发生的事情呢，用种很诙谐幽默的方式呢，然后大家分享。故早呢，来到天津，我来试探一下。因为天津也都係相聲表演，咩算一啲全國地度保留到當好一個嘗試，也天天來攞去看一下。我們哥倆關係好，特別好。我們這個交情啊，用文言文來說，叫做不共戴天。我要找那個杜老闆，我不知道你做什麼。既然我们自己做生意创业到一定基础了，我们就想说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回馈社会的动作。淅沥沥的把门开开，哗啦啦又把门开。一般人没辙，没话了，佩服李少，起飞之了。今天我想请问一下，相声对天津人来说有多重要？相当重要了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所有的老百姓，他在一天特别繁忙的工作以后，他所想到的休闲，首先就要听相声。他相声本身是发祥于北京，它火在天津。有时候冬天吃萝卜呀，喝着茶，夏天呢有各种各样的饮料啊，然后呢，他可以欣赏着台上的演出。我给您是磕头拜寿，这可是老脸。当时我跪在地下，咕叽咕叽咕叽磕了仨响头。您等会儿，这磕头还咕叽咕叽的，那地下有粘痰呐！好干净的一个人呐！哎呀，台湾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要采访我啊，可是比较让我郁闷。郁闷？为什么？那肯定啊，这要是个美女多好啊！你说，我也可以当个美女啊。你也可以当一个美女啊！如果你要是美女，那世界上的美女就要死光光了。
什么叫美女呀？就您这个皮肤的颜色还是美女？哎，有黑美女吗？黑美女，那您肯定是非洲某个部落的娘娘。哎呀，啊！可是非洲人得这个屁股得大一点才叫美嘛。您的屁股我看也不小，那是，但是挺撅的。哎，确实挺翘，那是。不开玩笑了啊！咱正式进入话题。OK， 哇 OK， 你看相声啊，其实我觉得很重要，是有一点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啊，就是得让人家发笑。那当然了，不让人笑，那还叫什么相声啊？其他人上台呢，要付出100%的努力，才会去逗笑观众。你不用，我只需要50%就 OK 了，因为我长得就比较搞笑。不过我觉得像相声哈，你像从以前到现在已经流传非常久的时间得有100多年的相声历史。在我们这个宗旨是，先要继承才能发展，你不继承就发展不了。因为一般我们真的听到相声，想到的就是老一辈人在讲。对，其实相声现在是一种时尚，这么多人听相声，您看有多少人现在年轻人还去看电影？很多啊，很多啊，但是他们那儿平常节假日人很多，你看看我们这不是节假日，我们这比他那儿这儿多。所以说现在最时尚的东西还是听相声。全名嘅上达在演员，除了讲、学、灭杀、老冲嘅基本功之外，还系做得详细嘅观察手法，怎做地创作出好嘅剧本，伸出舞台上动站嘅表演。下来我要拜访嘅系对台湾屏东来嘅一对公婆。向係來到田徑前網打電話，啲記錄嘅情況，要做地前度乜嘅樣嘅生命觀點。Hello， 你好。我要找那个杜老板。杜老，糖是，一双糖唔多嘞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原來佢躺唔到嘅人啊，聽障人士，鼓手給用下一下，我不知道你在講乜嘅？老闆，調價，杜太哥，老闆，在哪裡？Hello， 有什麼事嗎？我喺台灣啊！我攞聯絡去台灣啊！哇，大哥！係嘅長堂啊！係啊！望係家落嚟啊，行落嚟我們嘅服務人員喺前面。原來佢係聽障人士哦。係，我要比第半年哦，除了櫃台一個堂喺度，剩一種堂唔到。全部係啊！對，全部。但你有問到幾多交通啊？必須挖掉啊！你會嗎？你會舉手嗎？這個啦，這個要學到一啲咧，學到一啲。兔大哥、老婆娘兔姨兩公婆9年前元旦喺啲廈門賣豬腳，甚至動問天。故說前次經驗到老店未開到北方，經過同道嘅評估過後，2069年2-3年決定老師爺駛到天津，於是對傳音嘅熱情，還有屏東嘅家鄉味，嗰一擺打開了2-3年嘅創業之旅。哇，送出來！介紹一下，也係也係家嘅。你好，你好。太太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大漢你好，我是杜宇。對。呢台灣哦，第一個豬腳咩動有名嘅，屏東嘅萬巒豬腳。錯。係咪？我先試看下。來，看有合格嗎？很 Q 呢，你看。是。油亮亮的啊。有合格嗎？一個皮，煮到很爛，很綿，又帶一點 QQ 的有嚼勁嘅，濃厚者。不過一個醬料有啲嗰種香料味當重啊。錯，因為北方人嗬，因為口味較重。所以口味重，唔係講鹽薑較多啊，都做得，就較香出來。啲香味嗰邊一邊肉地塊。但係因為啲台灣本來係香嘅螢火蟲，變咗來一片開傳下。台灣小吃黨有名，然後我們說台灣小吃呀，帶了北方，咁也市場嘅話都接觸。杜姐就天天來，依金門嘅，因為頭個我種啲依金門嘅小餐通過來嘛，嗰陣講路斜半路是的，半路攔截就帶過來了，這樣子。沒有啦，緣分。應該真嘅有緣分，真的很有緣分。緣分就係啱神奇，
就连开传堂，没系唔拄好嘅经验，本但唔落咗下嘅土太哥，也下竟然系3间分店嘅调价，上去创业出下马，带定25万台币到天津，对阿燕别户开始卖主角，身心都开定动态嘅压力，到考验。那个，你像刚刚开始啊，来一片创业嘅时节，遇到嘛个困难的事情。有噶，有遇到有的问题哦，因为要比来台湾有包括田医啊，还是生活习惯吼，都较莫重要。哦，北方啊田医迄一年四季冻分得冻清楚，由于到冬天还没落雪，啊入边的空气又较燥哦，那么有一摆哦流鼻水流。连血都流出来，就流鼻血咯。嘿，唔过讲到呀，个服务员嘛，还希望请泰国人，他多，你不会让我动吧？因为听障人士就讲了几句话以后，才发现他说啊，他听不到，他用写的给我看。那我婆婆她是出家人，所以她是受信徒在供奉的，所以我们那个信仰就会比较强一点。既然我们自己做生意创业到一定基础了，我们就想说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回馈社会的动作。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请这个听障人进来工作。饮下呢，会有一点惊讶，想说，怎么会？那我怎么点菜呢？可是银行没有反弹讲，也很服务员，那么人插的。听不到。对啊，还有懂冇关系，还有同人嚟讲，讲人服务生服务态度懂冇，可能人哋都来继续讲，慢慢人他理解以后，可能我人嚟感觉讲，咁懂好，因为人本身聋哑人在服务吼，因为用心在服务，所以讲人哋感觉讲系，安尼方式懂吼。该拢是将耳聋老矮来做事，没当时交通有问题。不过为了做公益，佢哋没想喺此刻呢，打破语言嘅限制，用心服务，点到老服务品质提升到很卡高嘅层次，没受到人下嘅肯定。泰国人家喺做边啊？我哋要嘛去天津最大嘅批发市场买菜。伊批发市场来讲，伊量交易量较大吼，那东西卖较便宜。你搞一下，你有蛮宽，你有蛮新鲜。啲地包款有较血色的吼，有较新鲜。哦，平常啲台湾市场买猪没有买咩做的安尼款的？咩做的。嗰陣平常去買菜買肉嘅東西，嘅時間就會帶點誒隔壁講什麼小邱就係。嘿。小邱，那你在杜大哥這公司上班多久？今年是第5年了。已經第5年的時間了。所以說，像你們平常的話，都是你會陪着杜大哥一起來買。對，我會跟他過來一起買，因為這邊人講話，他有的會聽不清，然後會被人黑。被人黑的意思就是說價格可能會。對，價格的時候會被人黑一下。會買高了，對不對？對，買高了，那你像你這樣子跟着杜大哥一起跑，對待杜大哥有什麼樣的感覺？工作這麼多年了。就是還好啦，就是感覺會有點辛苦吧，因為每天這樣跑來跑去的嘛，確實是有一點點辛苦，但是很快樂啊。然後尤其是跟那些人砍價的時候，我就覺得挺快樂的，覺得也是一種鍛鍊。入邊多了哦。也比如喺批發市場。哇，大哥，這一區也太大了吧！呀，一種可能冇乜經驗呢。因為我哋來睇個慢咧，而家市場嗬啲冇頭生意點都開始嘅，生意點對，生意點都動到嘅。人家來買要買乜嘅東西？我哋要買上嗰度買到豬腳，專門賣肉嘅地方，到大陸區。那你就過一個地方，過來一邊看一下。鳳岐農廟市場係天津青態嘅太賣市場，各種像菜果子分類來賣。第二位做哋講價，一直前到滿意嘅商品為止。身體放浪嘅土太哥對自家嘅料理非常嘅堅持，佢講食材嘅好壞影響食物嘅品質、老口感。對同樣類
有几家严条嘅规范。那个古总平常会来一个嘛？应该是感觉个一件咧用吼较新鲜啦。所以伊嘅米线要做几好。你搞一下，你有蛮宽，你有蛮新鲜，你种压几好嘛？一般来讲吼，你第八款有较血色的吼，也有较新鲜。哦，有一些诀窍哦，古总，你平常伫台湾市场买猪肉买嘛，该咩做啲安尼款的？咩做的？不过一般在台湾来讲吼，买肉较放心买。哦，第一味可能都较注意的。对。老板可以给我们个袋子吗？两个才够哦。伊太细个茶冻冻，个也几安太几，安太几。真的，不种还特几都差不多平太的吼。你种也几做的嘛？强势咯。也有强势。像安尼路较差不多，较拄好。也种标准的。对。廖买卖是创业嘅第一步，坚持选择当地齐齐嘅食材，一是上网打拼，老食材嘅经营，两公婆的田金当下嚟紧。虽然一开始生意无按好，不过酒香唔惊风一层，纯正嘅台湾口味变做其中嘅招牌，也系昨日杭州地卖出几千支嘅猪脚。妻子，同学们，们，这个是们大家。们，这都是一样的。住。这款有限推荐发起数语课程，邀请丽莎强下来学，希望透过课程，帮汉卡岛嘅人用同理心去面对儿童老爱。两公婆嘅体贴，本也嘅陌生嘅传统，充满了爱嘅感觉。本身你是第一次来学吗？对，我是第一次来。你是第一次到这个店，那你怎么知道这里？我之前来这儿吃饭，我以前是在里边的一个常客，然后呢，听说他们有这个手语的课程免费的，然后我就过来了。当你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第一次给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当时第一次来，因为咱们的前台是这个正常的，可以交流。然后我发现给我上餐的人怎么不跟我说话呢？我当时也很纳闷，我就觉得这家餐厅是不是有问题在服务人员，服务不好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他们的做法有打动我。平时过来吃饭，他们的服务都特别的热情。然后在我们这边北方来说，我基本没有见过服务这么热情的餐厅。就算不用言语来跟你们沟通，你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热情。对。我个人感觉这家餐厅就是一进来，当我了解到这儿服务员都是这些聋哑人之后，然后我就感觉特别温暖的一家餐厅。因为他们本身的话，很难就是有就业岗位，因为他们的话没办法跟正常人交流嘛，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个餐厅比较有爱心，而且做的饭的味道也是比较好的。那个时候怎么一开始会有这样子的想法？就是把这个手语这一块，然后也是教这个，包括是客人啊，或者你的邻居，想要教给他们。我本身就不会，完全都不会我要跟他们交流，所以我经常就是突然想起这个，那我要写半天，好不行，那我就问他手语要怎么比，然后他就告诉我，然后我就会懂。换一个角度想，我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比手语的时候，对啊，是我们有障碍的。对，我们经常有这种想法。对啊，我想要跟他说，但是我用嘴巴说，他就是听不到。对。但是我们有障碍，没有办法用手语去跟他们沟通。对，其实你反过来看的话，就是我们一堆的正常人，我们觉得他是残障的，可是当他们一堆的听障人士在那边聊天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们聊得很高兴很嗨，可是你就是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讲什么，好像那个时候你才是那个有问题的，有障碍的。免当表现出亲切的笑容，感替相互的距离感，对两公婆来讲，上手唔会定强，是爱诚意去对待陌生人。亲身感触一只充满温暖嘅城市，就会成功嘅关键。离开传统，土大哥带我来到离点嘅群群嘅古文化节，也为喺其条有限嘅世界，前后去嘅地方。文
化街。古文化街哦。嘿，古时候也看到迄个木嘅啊，全部迄个拢东桥以前留下来的嘛。嘿，也比最有名都系天后宫。天后宫，讲台湾的天后宫哦。嘿哦，你看应该画堂诶，要伫台湾也已经东市有看到嘞。老板，你会不会画人脸啊？也可以。也可以吗？也可以。什么都可以哦。那你可以画我的脸吗？可以画，但是您要求的不要特别高的。行。有600多年历史的古文化街，其中的东道就被失传的民俗技艺，行地街路巷，随时感受到袅袅的经商文化。看店师傅用一只文铜钵以及铜锁的，1年冇嘅时间就让人嘅面发出来了，真嘅很强哦！哇哦，是看这一面吧？嗯，对。是。看到吗？是你的脸。压面吗？这一面。像啊。这一面。好像。有像吗？各位观众。像。哎，那真嘅懂厉害呢，懂强呢哦。一下的时间，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画好了。对啊，超棒的。哇！哎呀，真嘅东西要好好保存起来。哦，不过也系铜做诶。拿唔贵啊。不过这待会要吃的时候，还真不知道从哪里下口，毕竟是自己的画像。但因为你们2个先吃好了。OK。谢谢师傅哦。好，谢谢。不会。喺啲愛種嘅快樂，係對神法嘅單純來嘅。我想兩個破生命地度嘅貴人，都係對佢哋好天數年嘅回饋。涂太哥講，喺天津16年，未係改變佢哋人生軌跡嘅立場。聽到2隻細人嘅出世，一屋四殺，很加真正嘅容易一隻嘗試。一下聽到夢想一步一步實現，三尾加成呢，佢哋嘅基因老使命。那個你有想過嗎？剛剛是來要特別創業嘅時間，其實一開始就會遇到愛賺錢、愛神法，不過都要漸漸所有的事情都上軌道了。就像你現在一早起來，你覺得你現在人生的目標是什麼？有先考慮係2個生意的，然後就講，再來考慮講用嘅發展。要麼有的較重要目標如係講，哦，要麼有1000聾啞人，哦，以同意來安尼，所以我哋咩想法話講，用嚟維持講伊嘅生活入嘅。其實做個調價冇簡單，因為一開始可能係因為去個神法還開一點，然後現在慢慢人現在越來越多了，變做唔係去個產嘅問題咧，係當到家庭嘅問題。點咪說哦2-3年，想我結婚冇等於講冇麻煩咯啊！要麼就搞2個生意，搞按太輕年哦，如考慮嘅事情都當多啊。頭下開始喺邊度存錢，一下我感覺講哦，當然按呢啲點咪做些，感覺當無聊。唔到，除了邊度存錢，咁存喺都唔對，要做埋。變到冇意義。錯啊！後來用到聾啞人過後，就感覺講，要麼說越做越快樂啊。其實大哥也給我很多的啟示哦，因為後生的時間，全腦袋裡面可能都是想着哦，來賺錢。邊度去個有很好的神法，邊度不看有很好的那種物質上的享受。其實點都做來想呢？看到佢哋啲阿伯做事，做條路，做得到心態的快樂，其實沒啲金錢當不來。當你能夠給予別人快樂的時候，親民得到心態的快樂，其實就會增加。要不來到天津啊，其實本來吃到有料的經驗。無論也特別賞識見識，也神法環境都不該吃到唔會差。拜訪嘅2位鄉親，佢哋喺啲也特別時間其實冇宣傳。未來呢，咩還有東廠嘅路外行。我看到佢哋現在繼續留下來嘅原因係，佢哋對啲也特別尋到人生快樂嘅目標。無論係做醫生呢，也開傳堂呢，佢哋都對分享佢哋嘅愛。你們家常講咩？施比受更有福。我想人生做得付出嘅人，將做得到很卡多嘅幸福。